你要感謝個天送俾你嘅嘢。喺生命裏面，你要感謝個天俾你一啲你擁有嘅嘢，你亦都要感謝呢個天俾一啲你從來冇得擁有，或者你去擁有都攞唔到嘅嘢。因為呢個世界所有嘅生命都獨一無二嘅。點解有一啲嘢唔送俾你呢？就係因為你咁樣先懂得去欣賞人，咁樣先至會同人交流，同埋咁樣呢先可以喺人哋身上學習嘅。如果你擁有晒呢個世界嘅嘢呢，咁我都幾肯定你幾孤獨。因為你唔需要同別人交流，唔需要同別人溝通，甚至乎唔需要同別人學習。有時我哋就要喺其他人身上學習更加多唔同嘅元素，放到喺自己身上，而我哋就活喺我哋自己需要嘅範疇，我哋成為一個叻嘅人。但係要記住，如果你天生上天送咗一個強項，而你唔將個強項發展，咁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你會終身後悔。好片記得俾朋友